柯吉特 A129曼古特型。曼古特型喺1970年代設計生產嘅，佢設計主要係為意大利軍隊服務。佢係歐洲第一種為軍隊嘅實際用途而設計嘅反坦克直升機嚟嘅。雖然佢較美國同埋蘇聯嘅反坦克直升機較輕同埋較細啊，但係曼古特型沿用咗美國先進嘅設計，機身細長。武器操作員坐喺機師嘅前方同埋下方，機師可以有較廣闊嘅視野。曼古特型其他基本嘅設計仲有設喺機翼4個位置嘅武器裝備，同埋雙引擎動力設計。而呢種設計發動嘅旋翼系統係用作抗衡反戰機嘅23毫米火力。曼古特型嘅機身設計以易於修理為前提，為咗對抗地面嘅炮火，曼古特型嘅機身更有多種嘅保護。現行嘅曼古特型嘅探測器設喺機尖。憑住探測器，機師可以利用夜間視覺系統操作，武器操作員呢就可以利用拖式視覺系統同埋熱障礙影像系統操作啦。將探測器設喺機尖完全符合氣體動力學原理嘅，但喺戰略上呢就完全失敗，因為若果要運用探測器就要使用直升機飛至掩護物之上，所以探測器將會被設置另一個位置，成為無線電天線探測器。呢個設計已經實驗成功啦。A129所用嘅基本反坦克火箭係拖式長程火箭，曼古特型可以攜帶8枚呢一類火箭嘅，亦可以攜帶8枚熱式金屬線引導飛彈，或者6枚地獄火焰型雷射追蹤火箭，全部設在機翼嘅位置。機翼其他部分呢，攜備有大炮、機槍同埋火箭發射器。而喺未來嘅幾年，曼古特型亦都會攜帶6枚短程空對空飛彈嘅。曼古特型喺戰場上易於操作，有關人士亦放咗唔少心血去設計曼古特 M2型。呢個設計係意大利同佢嘅歐洲北約組員共同合作製造嘅，亦將會有更強大嘅威力，同埋新一代嘅武器同埋探測器，以充分利用 A129嘅高水準表現同埋靈活性。